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4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大家还记得吗？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给恒大审计的普华永道，也就是叫罗宾贤永道，应该出来走两步，他要承担责任。为什么？2020年恒大的财报就是他们审计的，叫标准意见报告，没有任何瑕疵。结果这个报告一发布，3个月以后，恒大就暴雷了。所以我说，给恒大审计的普华永道，也就是罗宾贤永道，要承担责任，应该出来走两步。这不，4年多过去了，罗宾贤永道终于出来走两步了。4月23号，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发文表示，与罗宾贤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也就是普华永道香港分公司达成协议。据此，罗宾贤永道香港同意预留10亿港元，已向中国恒大合资合格独立少数股东作出赔偿，也就是除了徐家印大股东跟徐家印有关的大股东之外的那些其他的股东要赔偿，先留10个亿港币。罗宾贤永道香港曾审核中国恒大截至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财务报表。证监会调查聚焦于中国恒大的业绩公告和年报，当中发现目前正在清盘中的中国恒大曾大幅夸大该2个财年度的收入以及利润。证监会亦审视了罗宾贤永道香港所担任的角色，所得出的结论是，由中国恒大散发虚假和具误导性财务资料，以及核数师严重违反其专业责任，故曾出现市场失当行为。根据所达成协议，证监会与罗宾贤永道香港同意在不承认任何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有关事宜将完全并最终得到解决，且证监会不会对罗宾贤永道香港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前提是罗宾贤永道香港必须履行协议的条款。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个有点像美国的这种叫认罪制度是吧？认罪认罚，那就最轻易的，是这个逻辑吧？就美国不有这个制度吗？你上来一审，你说我认传招了，你的罪就很轻。如果你也不认，对吧？你要对抗，说你查，那最后就是罪就很重，是吧？香港恐怕也是这样。你看他的意思就是，罗宾贤永道你就不要再追究他责任了，人家愿意赔偿，先拿10个亿放这儿，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也不好评价。为啥？你看那个，我记得美国安然是吧？那个事件是吧？这不是5大变成4大了吗？就是你造假，你不要说罚款了，你就活不下去。但是罗宾贤永道人家拿10个亿出来，就相当于没事了，不就这意思吗？这个是好还是坏，这个咱也不好说啊。这也就是说，罗宾贤永道掏10个亿港币，你就不要追究他责任。你看，罗宾贤永道香港并不承认下述事项，也就是他不承认赔钱归赔钱，但是他不承认他有错误。在担任中国恒大核数师期间，牵涉披露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77条所指的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在对中国恒大2019年财政年度、2020年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期间，没有维持核数师的独立性，在审计规划、执行审计程序以及处理审计违规事项方面，没有抱充分和专业的怀疑态度，没有设计并执行有效的实地视察，以确定物业的建造以及交付状况，从而做出适当的收入确认，主动默许中国恒大管理层操纵审计样本及实地视察的行为，致使提前确认收入一事遭到隐瞒，即没有充分核实相关证明文件及记录的正确性。说实话，关于审计上市公司，我是最有发言权。我可以明确无误的说，任何一个上市公司做假账，都必须由审计公司配合，或者叫默许，心知肚明。没有，我们反过来说，没有一个假账能逃出审计公司的眼睛。有很多上市公司，这个假账是上市公司跟审计公司手牵手做的。这个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直播的时候，我都说过，上市公司做假账怎么做。你做到什么程度，那审计公司他就认，他认为他没有责任，他明知你那个钱是假的，他也认。为什么？因为他按照他的程序做到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说我们公司账上有1个亿的现金，
但实际上没有，因为我做假账的，你还到处欠钱，对不对？但是我这账上要显示1个亿的现金，那审计他就得看见你的1个亿在哪里。这个时候我就找一家公司的给我开张汇票或者是什么支票等等，没关系，这个票就放在我办公室。一来审计的时候，我把这票拿给他看，你看我有1个亿，那审计一看，对，好，他就认为你这账上有1个亿。我把这票审计看完之后，我再把票还给别人，谁给我出的票，把票给他还给他，我给他付点好处费，给他付几十万，有利息吗？有人专门做这生意，这个在行当里面叫显账或者叫账，摆账几天，摆账7天，摆账3天，一天多少钱？摆账的比摆账金额是摆账的金额是几个亿，所以很多人为了显示自己有钱是吧，把自己的银行卡或者是支付宝或者什么微信零钱上面充好多钱，显账显示给别人看，你看我有的钱9位数，如果他那个钱不是屁，那就有可能是借来的钱，显一下，完了之后钱给人家付多少利息。我说的这是最简单的这种做假账，就很多人都知道。那你想想，但是这种做假账审计他能不知道吗？审计当然知道，对吧？你只要所有这种拿什么这个汇票啊、什么支票这玩意的，审计想知道你这个真假，他有办法，但是他不愿意，心知肚明，知道你要做的假账。这么说，这个恒大彻底的就落网了，也就是告一段落，就是恒大破产清算，这些相关人等正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这个会计师事务所10个亿，把这事至此，中国恒大就差不多就结束了，没有悬念了。至于对罗宾贤甬道、普华甬道处罚，这个是不是恰当，这个由别人去评说。我们再讲第二个也很有意思啊。我们说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中日有开发商把政府给告了，受不了了，这份就是开发商不想背锅了。哪个开发商呢？荣盛发展起诉政府。荣盛发展大家知道吧，是河北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他也是搞什么工业园、住宅，他都干。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发布的公告，公司与政府之间存在双向诉讼关系，主要涉及 PPP 项目纠纷。被告是谁呢？被告是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政府、玉田县窝洛古镇人民政府。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就是要求玉田县人民政府支付工程结算款及利息 4.82 亿元。原告就是荣盛发展曾通过玉田县政府组织的采招程序成功中标 PPP 项目，并签署相关合同，叫窝洛古镇政府为项目实施机构，后因情势变更，合同提前终止，各方签署了终止协议，但被告未按合同及终止协议约定按其足额支付结算款，故原告提起诉讼。就是我们说简单一点，玉田县人民政府欠这个荣盛发展钱4个亿，实在不行了，人家把政府告上法庭，你得付我这 4.82 亿。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房企都在暴雷，房企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在暴雷扛不住了，那怎么办？这房企就开始告他的债权人了，借他钱的欠他钱的都告了，这里面就有政府。我想未来开发商告政府的恐怕越来越多。你看，政府欠开发商钱，开发商欠承建商，欠什么？下面供应商的钱，下面供应商也欠别人的钱。你说源头在哪儿吧？谁到底最终是谁欠钱？有很多是地方政府欠钱，你说怎么办？这个肯定不是个例啊。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宝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聚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姚振华等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10.3 亿余元，执行法院为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也是姚老板又是10个亿套在脖子上的，反正叫什么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啊，不在乎多这个10个亿。反正姚老板现在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266亿元。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中本案件以及股权冻结信息。楼市的小阳春终于是闹哄哄的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搞一回，每年都有人跳出来说房价涨了，再不买来不及了，每年都来一回。自从2021年恒大暴雷以后，但是每年都有人会上当，认认真真的上当，年年如此。现在4月下旬了，这个小阳春只剩下上海了，上海还有人在吹，在渲染上海的小阳春，全国其他地方已经不提了，没有资格提了。但是实际上上海的这个小阳春也是
含金量是大打折扣，即使把车位都算上了，也没有比去年好多少，这么个事。那今天在网上更多的都是，对吧？各种卖房子的绝招。今天钱江晚报它刊登一篇报道，反映的就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为了卖房子是什么手段都用。钱江晚报报道的说，带离婚出国故事的低价房多半是陷阱，警惕 AI 视频已开始迷惑买房者。钱江晚报报道，他说滨江区父母大理养老600万入手，现在350万急出。西湖区夫妻和平分手，财产分割急出。也就是在各大平台社交媒体上都有这样的广告，都是一些当地的中介。它这个广告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它那个房源特别好，价格特别低，为了引流。但是你房源又特别好，价格又特别低，大家就不信了，觉得你这是骗子。所以他的理由，他找的借口也特别好，说这个房子是我父母住，我父母当然现在不在杭州了，他要去大理养老，所以说人家这房子只好要急着出手，所以卖让你捡漏便宜，或者是夫妻两个人要出国，所以这么好的房子放出来也急于变现，所以你又捡漏了，所以便宜，都是这种故事。那这个记者啊，他就不信邪。钱江晚报他说，你是否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类视频？无论价格还是配图都很难不令人心动。其实房源都是假的，一旦你被吸引，点开这条短视频看了一会儿，平台就会持续向你推送类似的虚假房源视频，用诱人的虚假房源引流，为了带你去看远郊难卖的新房。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几套介绍房子的短视频，房子内部图片堪比家居杂志封面，窗外都是郁郁葱葱的植被，再加上视频标题上超低价，十分诱人。随后记者通过社交平台私信联系了发布者，说你好，这套房源能看吗？对方立刻回复可以看房，留下手机号或者微信号，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刚加上微信，发布者 A 就发来了杭州各区的捡漏房源信息目录，上面写着以上楼盘均可享受额外返现3万至5万，看房来回免费接送。尽管目录上的价格和返现十分诱人，但记者表示就想看那一套女儿出国工作290万不议价的那个房源，问他我今天来看这套房源能安排吗？对方回复房子是在的，但这套是抵押贷款，过不了户，风险较大，新房考虑吗？实际上这个记者说的是什么呢？就这些中介为了卖房子，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种假房源，吸引你，他就引流，吸引你，你一上门，你说我就要看这个房子，你这不是广告了吗？这房子对吧，这么便宜，我就要这个，人家中介就开始把你说这个房子有问题，咱们看那套房子怎么样，也很便宜，这叫引流吗？是各行各业都这么干，不要说买房，租房不也这样吗？你说想租个什么样的房子，那很多这个中介发布的房源都很漂亮，价格又便宜，等你上门租的时候他说没有了，我给你推荐另外一套。各行各业都一样啊，不管是租房，你买个什么东西也是的。我记得以前中关村还很火的时候，你去中关村买电脑、买手机、买照相机，你都买不到你想买的。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想买个尼康的照相机，你去了尼康专卖店，那时候还不叫专卖店，反正他门头上都写着，你进去我要尼康什么照相机，他说有，但是他马上给你来一套照相机不好，我推荐你买索尼的，一顿忽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要买尼康的，你大概是在网上或者在什么地方了解过，对尼康比较熟悉，价格配置，这就是把你从你熟悉的领域把你引到一个你不熟悉的领域，就像李逵跟着战顺是吧，两人打架一样的，一个要在岸上打，一个在水里打，就这道理。在岸上他打不过李逵，那只能把李逵引到水里打呀，就一个道理。那些卖相机的，他一看你对尼康肯定有了解，你上来就问尼康，他就非说索尼的相机更好，你一关注索尼，好了，你就上当受骗了。因为你对索尼不了解，价格也搞不清楚，他就开始，那这都是20多年前套路，也就是各行各业都一样，都是这种套路，把你先骗过去再说。说实话，我最早的时候做机票也是这个套路，那个时候做机票不像现在，那时候是在报纸上打什么广告？北京飞上海虹桥机场，北京首都机场至虹桥机场，机票是400，那你是多便宜
400，那报纸上打的广告就这个大标题，那就好多人打电话来问，我就要那个北京到上海的400的，是几点的飞机？什么飞机？我们是打广告啊，我们一接到这个事，你要哪一天呢？他说我要后天的，不好意思，后天的票卖完了，400的没有了，现在还有600的，要不要？600不要，马上就没有了，他还自己去买，恐怕是900，大概是这样子的。反正600，他一看600也便宜，你要是400的没有了，600的也比他900便宜，所以他有的人没办法。那行吧，600的给我来一张，都这样。你要不打个400，人家不问。你说400的票有没有？其实也有，一天恐怕就那么几张。你要抢得快能抢到，抢得慢没了。因为他卖的便宜啊，确实有那么一班飞机从北京飞上海，他卖的便宜，所以他票卖的快，就这么简单。你打广告，人家都冲400来的，但是400的没有了，你只能买600的。你说算骗吗？他也不算。你说不算骗吗？确实这是为了引流。你想打广告，报纸上打广告很费钱的。小豆腐块打一次就1000块，都是有成本的。那现在这中介的把这一套玩得很熟，不就这意思吗？用他们可能是假房源，他就没有这房子，这个就属于骗了的吧？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说来说去就是房子不好卖。如果房子好卖，这根本不需要这么骗，对不对？就大家都削尖脑袋都去抢房子，那你说这些中介他还有必要去骗吗？忽悠你，对不对？人家房子根本就不愁卖，卖方市场。你还得给中介送钱，给他查位费，还得拜托他帮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那哪有空骗你？这个在2021年之前，很多地方卖房子就这么卖，你得给中介，你得给销售包红包，给人家送钱。我那同学在天津武清买了一套别墅，就是这么买的，给人家送了20万，他就想买个好一点的户型，但是正火的时候送20万，那销售再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户型。结果我前几年去他玩，在那小区里好多房子都卖不掉，我看还有比他更好的户型的都空在那儿。虽然说不是肠子都悔青了，但是确实也懊悔啊。这就说明当时房子好卖，你还给人家送钱。现在好了，现在是这些中介销售靠骗把你骗过去，这就说明房子不好卖，韭菜都割完了，对不对？你忽悠韭菜去，韭菜一看这房子不满意，价格不合适啊，他就真不买，人家不着急，对不对？房子一大把。现在是买方市场，所以他要骗。所以钱江晚报他这个报道很长，它下面非常长，咱就不介绍了。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啊？说明杭州的房子不好卖，新房不好卖，全靠骗，忽悠着你过去看。说到新房不好卖，每日经济新闻他今天报道北京的新房，也不叫新房，是北京的叫限进房。什么叫限进房？就是过去房地产火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抑制房价涨得太快，他就划一块地方，比如说这块地你拍走了之后，你这个房子盖好之后，你必须不能超过多少钱1平米，那个户型必须不能超过多大，他就为了解决刚需房，又不能涨得太快，是吧？这叫两限房或者叫限进房。这个北京、上海各个地方都有，多多少少，北京、上海为主，这个限进房比较多。你把这个地块拍到了，你不能超过，你房子盖完之后你不能超过多少钱卖。但是你买了房子的人5年6年不准卖，他就遏制炒作，就怕你拿了房子之后就卖，所以搞出这么一个产品叫限进房。结果那你想2019年上市的限进房6年或者5年现在已经到期了，对不对？它就可以卖了。2019年非常火的2018年，那就是前后限进房，但是都是日光抢，因为它房价便宜，抢到就是发财，抢到就是赚到。限进房一上市的时候比周边稍微便宜点，那你想想2018年什么概念？那是房价都是在那时候是相信房价一直涨的，对不对？而且你这房子还比周边便宜，你想想你是不是抢到就赚到？所以当时的限进房日光一推出来就没了，而且得摇号的，不是你想买就买，你的资格得达到，资格到了之后还得摇号抽签你才能买。今天在网上就有个人写了被限进房围困的6年，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他就去采访这些限进房目前什么个情况，挂牌量等等。2025年11月，一篇关于被限进房围困6年的博文引发广泛共鸣。作者回忆，当年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一心规划着5年后溢价置换，如今预期被彻底改写。作者说，我买房那会儿正赶上房价上行期，那没错，2018年嘛，手里没房，心里发慌，看了又看，最终咬牙上了一套4环和5环之间的限进房，北京南5环之间。
该博主表示买的是日光盘。什么叫日光盘？就一开盘就没了，一天就卖完。为了凑首付，我卖掉了2线城市的房子。不过他2018年2线城市的房子卖的也是最高点，感觉一切都刚刚好。后来周边出了新盘，价格比我买的贵不少。就是2021年，那你周边的房子新盘一出，那价格又比他的现金房又高不少。他2018年买的，所以那时候的心态都非常美。这个省会城市的房子卖掉了，省会城市房子价格在跌了，你看抛在最高点，北京这边是超在低点，还在涨。所以说你这个人生正在上升期，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他说我庆幸自己下手早，直到2024年我都坚信自己当年做对了，甚至盘算着等限售期一到就溢价卖掉，置换更好的房子。你看看2024年他还在做梦呢，这叫美梦。有一名叫张小丽的博主说，当年就买了丰台县境房3兄弟，一个叫诺德春风合苑，也叫诺德逸府、金投发展、真玉府之一。如今他的心态就如同这位博主，最近想换房，心情很复杂，但也接受现实，反思一下当年是卖了理财产品买房的，机会成本也很高。你看这个他也是命好，他把理财产品卖了买房。如果他理财产品不卖，那些理财产品恐怕清零了。买了房子，好歹虽然房子便宜了，但是好歹房子没清零。所以他这么一想的话，心里也就踏实了。他说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不知道解禁后会是什么情况。他向每日财经记者表示，总价未降，杠杆未减，5年限售成了锁定资产，阻碍退出的枷锁，把我隔绝在场外。实际上根据这个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走访这些当年的县境房，现在房价都跌了。也就是2018年入手的时候是便宜的，但你现在卖比2018年入手的时候还要便宜点。很多人当年想买县境房炒房，对吧，赚一笔，结果北京首批县境房陆续解禁后，市场担忧会冲击二手房。大庆银海府223平房源多次降价未成交，而88平的刚需户型却迅速售出。丰台金融街、荣府等热门县境房也面临估值回调。中植研究院分析师称，县境房二手挂牌价通常低于同地段商品房，可能重塑区域价格体系。也就是县境房现在陆续到期了，可以挂牌卖了，那对当地的二手房也形成冲击，也还要降价。所以2018年你买县境房运气好，中签了，买着了，但是开心不过几年。现在等到真的能卖的时候，但是自住的人无所谓，就稍微好点。但是你是炒房的，现在高兴不起来了。如果你再不出手，县境房到期的越来越多。每日经济新闻报道，6年前的县境房还有好多现在还没卖掉的，它就耽误了，没赶上最火的时候上市。你看它也是1期、2期、3期的这么上市，2期、3期，反正你2021年以后上市的，那你就不好卖了，因为楼市整个行情变了，你根本卖不掉了。北京的边上最出名的就是燕郊，跟通州隔一条河，河这边是北京，河那边是河北，虽然只隔一条河，但是这是2个世界。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北漂在燕郊买房，我在燕郊把180万的房子90万卖掉，中年返贫到底有多可怕？高位买房，我是很多中年家庭曾经的底气，结果如今却变成最沉重的包袱。作者44岁，说8年前咬牙跟老公在燕郊上车，那就2018年了，以为抓住了未来，最后发现这套房是把我们压垮的稻草。所谓中年安全感，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房子终于卖了，90万成交，跟8年前180万的价格一比，像用半辈子的积蓄去给别人送钱。从签下那份购房合同开始，我就像踏上一辆开往未知的地铁，但这列车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加速的下坠。买房那会儿心里打的算盘，
全是最朴素的，给孩子一个换学区的机会，自己努力还贷，以后日子慢慢会好。现实没按剧本走，人生也没有彩排，一路从希望到绝望，每一步都在失血。说刚搬进燕郊那会儿，早晨5点多起床赶公交车，孩子还困得睁不开眼，我们夫妻就偷偷对视，想着以后熬过去都会好。谁知等来的不是曙光，而是断崖式下跌。2017年市场短暂回暖，一起看房的邻居动心提价，上上下下全在盘算还能不能再涨点。我也忍过贪心，想着400万的时候卖出就能彻底翻身，也就是他180万买的房子，他在想着翻一倍360万还不够，还有手续费还得再涨一涨，涨到400万，我这时候把它一卖，你看净赚，把手续费一去的，契税一去，净赚200万，多好。然而这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啊，梦幻泡影。2018年开始市场急转直下，网传只是一阵调整，很多集资者投资客都在等，苦等房价回来，可回不来这3字比冬夜还冷，把我们的生活冻结成了一个笑话。每个月工资一到账，房贷雷打不动的扣走大半，余下的钱东塞西补，就像拿着小碗到处接漏。更让人崩溃的是，父母年纪长，孩子费用也没少一分，还得学着精明一点，超市买酱油要反复比价，群里约饭不敢轻易答应，朋友生娃我红包，心里下意识琢磨什么时候能补上那点损失。朋友圈消失的是我的安全感和社交勇气。最怕的是孩子问妈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滑板车，这个问题让我噎得说不出话，只能假装忙着做饭。今年终于决定挂牌卖房，委屈和不甘都被实际生活压平。8个月的挂牌，价格一跳再跳，从150到130到100，最后有人90万拍板，我甚至没勇气还价。2位30出头的小夫妻，妻子挺个孕肚来比比划划，丈夫在屋里来回走动，临了了还说想再便宜点，180万买，90万卖，赔光首付、房贷、利息、装修、持有成本，统统打了水漂。等于这些年所有的起早贪黑都在替楼市做义务劳动。搬回租房那天，房子空荡荡，一种失重感像尘土铺满心间。没人想在40多岁归零，可现实就是这样，不讲情面。这样的故事非常多，我告诉大家一个更真实的故事。这个有很多网友恐怕知道，这个用身体写作的作家呀，叫木子美。他在微信上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不记得，我偶尔会刷到。最近一次刷到，我看他写说他没钱了。这个我记得大概7、8年前啊，我刷到木子美的时候，是在燕郊，他在燕郊投资买了好几套房，不是7、8年，大概有10年了。他从北京跑到燕郊去了，在燕郊，他可能在北京买不了房，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买晚了或者怎么着的，他跑到燕郊买了，应该是2套投资买房。那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燕郊你不管什么时候买的，现在肯定是赔钱，你不管什么时候买的。结果他又炒股，身体写作换来的钱，大家就能琢磨了。最近一次我看他好像写他给他妈过生日啊，送红包，没钱，本来想给他妈包1万块，后来想一想，包了8000，还有2000留着准备自己接下来吃饭用，没钱了。大家也知道7、8年前那个时候他在燕郊买了2套房，生活过得是非常滋润的，有个专职司机，他那个司机跟他2人之间是吧，反正各种关系，感觉他虽然不是特别大富大贵，但是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坐拥几套房还有存款。结果他又炒股了，房市遭到打击，股市又遭到打击。他自己说他在股市深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深套，所以说凭运气赚来的钱最终凭实力要全部赔掉。这个木子美是一个风云人物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居然深陷股市，他曾经在股市也赚到过钱，也在指点江山，但是最终还是被套。这个是活生生例子，对不对？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所以说我们赚钱难，但是你把钱守住其实更难。有很多人赚钱其实不难，
但是他把财富守住太难。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